用 Foofy 寄國際件，簡單幾步就搞掂。首先登入 Foofy， 進入我的投件，然後撳右上角建立國際訂單，或者使用批量導入功能，直接連接網店，快速批量導入訂單。第一步，填寫寄件同收件資料，你亦可以直接使用地址簿，快速填寫常用地址，唔使每次重新輸入。第二步，填寫包裹資料，包括重量、尺寸同託運物品。系統亦提供常用物品申報工具和常用尺寸功能，幫你更快捷完成報關資料填寫。同時記得先閱讀並確認禁止寄送物品清單，確保包裹符合寄送規定。若包裹內含電池，記得要如實申報啊！完成申報後，系統會即時為你比較 EconomicsQ、UPS、FedEx 等多間國際快遞服務。你可以根據運費、時效同服務需要，揀選最適合嘅快遞服務。最後嚟到複核訂單頁面，確認所有資料無誤後，即可付款。付款完成後，就可以預約快遞上門收件。記得列印所需文件。有問題請聯繫 Foofy 客服64105317。